主耶穌，感謝你道成肉身，為我哋嘅罪釘身十架，第三天從死裏復活。求你賜福保守，今日從新聞時事反省聖經訊息，題目係成為世代的燈塔。求聖靈運行，叫到講嘅聽嘅一同得恩。喺互聯網上讀到加拿大總理對美國總統講話嘅回應，佢指出加拿大要成為呢個迷惘世代嘅燈塔，唔能夠只係依賴美國。自從美國新總統上台，整個世界局勢發展唔同咗。英國亦都喺呢一個非常嘅時候訪華。今日想同大家反省嘅係燈塔呢個比喻。呢個係香港早期燈塔。乜嘢係燈塔呢？燈塔係用嚟引航，尤其黑暗嘅晚上，引導海上嘅船隻前行。燈塔通常位喺海岸、港口同埋河道，透過燈塔頂嘅透鏡系統，將光芒射向海面照明。喺電力未曾普及嘅時候，係點火照明、點火發光。喺基督教嘅信仰當中，常常係用燈塔比喻神嘅屬靈引導。燈塔係一個盛載光嘅建築物。聖經當中馬太福音有一段聖經提到燈同埋光，係馬太福音5章13至16節。你們是世上的鹽，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以後無用，不過丟在外面，被人踐踏了。你們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人點燈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燈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馬太福音呢段經文，作者係馬太，佢係耶穌12門徒其中一個。門徒就係耶穌生前同一齊住、一齊生活。主耶穌將佢好多重要嘅教導呢，係向門徒分享。耶穌喺呢段經文吩咐門徒要成為有鹽同光功能嘅鹽。我哋知道係調味料，喺耶穌時代冇冰箱，鹽係非常重要同埋有價值，係產自死海周圍嘅礦鹽，可以做防腐啦、調味同埋祭祀，象徵神聖立約鹽約。鹽喺佢哋古時係一塊塊，如果受潮呢，鹽分失落咗、流失咗就冇用。比如基督徒跟隨主嘅人唔可以失去信仰嘅重要元素，唔可以失去對主嘅忠誠。耶穌對門徒話：佢哋存在嘅價值係要喺呢個被罪污染墮落嘅世界發光。呢個係成為世上嘅光嘅意思。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，意思係信主群體嘅行為表現應該係彰顯神係光呢個生命特質，係自然會發光。咁信徒嘅光喺邊度嚟呢？係有聖靈內住生命當中先至能夠發光。彌迦書6章8節下，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神同行，亦都係描繪咗跟隨神嘅人嘅生命特質。約翰一書1章5節，神是光，在他毫無黑暗。因為神係光，神係三位一體嘅神，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三位一體嘅獨一真神，唔係三位神，係三位一體。聖靈會喺信靠同埋相信主嘅人內心光照，使到我哋能夠明白聖經嘅真理同埋主要提示我哋嘅事情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今日你係第一次收聽或者收睇呢個頻道，你感到生命當中冇方向，因為一啲原因，你好渴望被帶領、被光照，
你可以自己向主耶穌禱告，祈禱唔需要花言巧語，就係真誠。創造我哋又拯救我哋嘅主，佢會聆聽。主從天降下，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係聖靈感人所生嘅耶穌。主佢能夠引領你、光照你，佢已經勝過呢個世界，勝過罪同埋死亡嘅權勢。你都可以到附近嘅教會，亦都鼓勵你繼續收睇呢個頻道。我都十分鼓勵大家睇聖經，聖經係神俾世人嘅情書。主賜福大家。